对4月初3地震了后，又搁发生上千届的地震尾哦。昨暗头仔到今仔早起，都有200多届的地震。气象署的地震测报中心是指出讲，这拢算是4月初3规模7.2大地震的地震尾。只是讲哦，大地震已经发生19天咯，地震尾哪会遮尔济咧？有人讲可能甲海底有望断层，就是搁唔知影的断层有关系。 在紧急救兵顶高等款物件，各雄风公公离开，花莲国经过规暝真捌的强烈地震，民众烦恼甲唔敢困，真侪人规气塞车出门到空旷所在闪避。花莲待那么久，这样那么久过吗？摇那么久？没有，也没有哈。对啊，已经摇一下子。一直等到天光，地震尾也是正办。地震测报中心统计，为0403花莲7.2强烈地震了后，地震尾已经超过1163起。为4月2日尾暗5点08分开始出现真捌的地震尾，其中23透早发生2件规模6甲6.3上大，规模5到6也增加14起，规模4到5也有85起。甲23早起10点半，无到1天内已经有222个地震尾发生。 地震测报中心认为，要出现较大规模的地震尾，显示南平能量释放还未到稳定的状况，有关需去向力调整。从4月3号之后，4月22号到昨天5点8分以前，大概都主要是集中在比较北边的一个区域，在做一个释放。余震序列，它当然会随着时间慢慢的一个缩小或是减少。地震测报中心有估。 未来半年到1年，拢可能有地震尾发生。只是伫主震过后19天，阁有真捌的地震尾，除了应急调整，也可能甲当地特殊地质环境有关系，无排除海底有望断层的可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